就而家真正體會到係真係專業運動員嘅嗰種感覺啊！有咗體育局嘅支持，全部嘢都唔同晒，因為係即係我唔會再擔憂下一個賽事嘅費用點算啊，嗰啲都唔會啦，都冇晒。而家就係所有賽事，然之後報備，然之後報備完咗，幾乎全部都可以參加。咁你去參加嘅時候，所有嘢都毫無顧慮嘅，所以就好舒服咯。就而家真正體會到係真係專業運動員嘅嗰種感覺啊！我個任務就係訓練同比賽，因為體育局嗰邊都同中心有一個溝通嘅，中心都安排好啦，即係我哋每日係加入物理治療，加入係康復治療，即係有去做所有嘢嘅治療放鬆啊，每日訓練完就放鬆咯。有啲如果你話反應好強烈嘅時候，你提前同隊醫講，佢會喺你訓練前做一輪放鬆之後再去做強度訓練，因為喺肌肉嗰度冇任何負擔。如果係好似比賽以前帶住反應去訓練咧，其實係會就住嘅，因為你會覺得你唔知你邊一刻係會受傷，你亦都唔知受傷係幾時嚟，因為佢有個拉扯感好明顯，同埋酸痛感好明顯，俾到你就係有好大嘅唔安全感。所以到而家係醫生話 OK， 肯定係 OK。做晒所有治療，佢摸過呢條肌肉，你話有少少緊，佢幫佢放鬆咗之後，你再去做強度訓練。其實呢一個係有一個好大嘅感覺，就係一定係鬆咗，肯定係冇事嘅。你就按照你個強度上就得㗎啦。隨時隊醫就坐隔離，隨時你話邊度唔舒服即調完之後就同翻教練講 OK， 跑得就跑，教練就會調。如果跑唔到，教練就會換計劃，換下一個咁樣咯。有呢個監控會比較好嘅，因為你分分鐘你帶住個心率帶去到某一個強度，就好似跑耐力咁，心率去到170或者180，甚至乎180嘅時候，你可能就係肯定要休息嘅。咁你要休息到個心率降到120、140，你先可以再繼續嘅。如果唔係，其實對於運動員嚟講，唔係話好友好咯。你就算練咗，個運動員都好攰，但係個成績就出唔嚟。咁你教練其實對於教練嚟講都好迷茫，即係你覺得我個強度唔差，訓練量又大，但係點解就係跑唔出嚟？其實呢一個監控咧，對於運動員又好，對於教練又好，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計劃嚟嘅，係。有去參觀過，就知道大概嗰邊嘅一啲設施嘅，但係就比較少去運用到嗰邊咯。因為我哋田徑就非常專注喺呢個運動場上面，都係要跑啦，自己都會爭取去嗰邊去攞呢啲資源去提升自己。我自己可能太過專注台灣嗰邊訓練，我翻嚟澳門嘅時間都好少。有運動醫學中心啊，或者場地都有，咁有好多唔同嘅團體咁樣幫助，非常之好。澳門隊亞運加油！我撐澳門運動員。